出去灌汤帮的是那些叔叔阿姨，难得都来这边买东西认识一下，出去铺经济。好啊，那接下来我要回到我歌手的岗位上来。10月20号，预告一下明年的1月4号专辑演唱会在台北华山Legacy。已经唱到6歌了，那我要向我的偶像致敬一下。带来这首郭富城的。